这个花莲发生规模7.2个大地震，副总统赖清德伫昨下晡嘛赶到花莲去了解上新的灾情和抢救的状况。赖清德是强调讲，目前第一大先爱做的就是抢救，另外水和电伊嘛只是讲嘛爱赶紧抢通、赶紧抢修。另外，这场地震嘛造成空军花莲基地6架 F-16，还有2架 F-5的战机去遇到，即嘛啊毋过呢，这并无影响咱战备的任务。 因为强烈地震，花莲嘉州东西区副总统赖清德临时取消中常会，头先到倒去的天王星大楼。民生的公共设施要尽速恢复，这包括交通啦、水啦、电啦。那目前根据交通部的报告，在明天台铁的东部干线，明天早上就可以单线双向通车。 伊指出，目前除了水电断气的问题，爱伫上紧的时间来抢修，佮以抢救做第一优先，然后过去花莲路中了解地震了后的状况，因为航航不知建筑物结构受损，世界因看到地震落落去的砖仔甲土角，冷气外机也特别落落。空军花莲基地要灾前，停伫修护片厂内底 F-16型机甲 F-5型机表面拢小可切伤。6架 F-16型机及2架 F-5型机。 因地震滑动触及工作架等，造成表面轻微擦伤，经检测并无影响机身，均可立即修复，不影响战备任务。地震后，小甲重建工作，副总统赖清德表示，中央也全力协助地方，爱安定民众，中央政府会付租金补贴，协助地方政府行出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